高雄前鎮區是來出現今年全國頭一個本土天狗熱的病例，即馬衛生局已經加強稽查，其中是伫個中孝里呢，看到一搭回收場，毋但這環境是真垃圾，而且生水池閣長堤來佔人的道路。自2021年到今呢，已經互人罰71屆啊，還是無這個改善狀況。衛生局除了是限期愛清護空以外，也要求地主愛結束這個租地契約。哎呀，你唔通閣砸我手，拜託拜託。高雄前鎮這搭果務商業者看拜託阿送莫閣扣來賣啊！因為前鎮出現今年全國頭一個本土的天狗熱，衛生局這陣當咧加強警戒區的環境清消，果務商煞登記甲回收的物件對內底蹲甲車路來，市府27來遮聯合稽查，才拄甲路邊的糞掃清刷，隔工又閣蹲甲規世界。當地里長講，這搭果務商甲土地銀行甲國有財產署租地，尚無開40年啊，錢要趁環境整齊攏無被注重，蠓蟲鳥鼠啊一大堆，互大家攏真困擾。老鼠。在它的附近周遭，大的像貓、小貓一樣那麼的大，好，然後他們的隔壁棟大樓，整棟公寓都是老鼠，你叫人家怎麼生活？這隻老鼠講過我來講，不要看，唔得收嘅，結果無收袂煞。業者講已經按怎要退休啊，嘛一直有咧改善環境。不過衛生局表示，自2021年起，包括環境垃圾佔用道路等等的問題，攏總對果務商開罰71屆，也是罰物件。因為天狗熱的疫情，佮加上周邊監測到的蠓仔市風險，比112年疫情期間更加嚴重。衛生局這回除了限期業者清消以外，嘛愛地主、土地銀行終止契約。他們是說回去會跟總公司協調啦，我們是說沒有協調的餘地啦，就是馬上要處理了，不然我們就是連續開罰。要求相關場域48小時之內完成環境整頓，並同步啟動高密度的稽查工作，依法連續重罰，必要時將強制清空。除了果務商的部分以外，附近兩地國有財產署租予人的土地，嘛因為環境垃圾，國衛生局要求48點鐘內愛處理好勢。國有財產署表示，行為人若無處理，因會強制清掉。記者柯家族、柯兆陽、高雄場報道。